现在听听开篇，腊三后。自杀。一滴落金瓯，那美女闺中有山风。不该因将我谁把婚姻派，偏偏派两个来塞好。我实际与他同台同饮食，见他们好子是胸脯，他比欧哟瓦上的终于差不多。但未来与他一阵同床睡，见他们口子没正统，不惧将来呀气死我。那猴子听气泡泡，是的娘子啊，你的女意太露手，像那烟油本是牺牲定。你好比呀口口声声来有啥否？想当初生于洛邑，闭月水花是美女，他们哪个不是美见我
红。第一个月过出了西施女，那后啊一是狗来塞红。第二个扎军吃塞红饭去，马上必把一撮狗，手语话也是狗来塞红。第三个三国之中第二是女，那第二是本当太里部瓦石头恰是里关几尺多，风一定让起风波，细雨拉动作一是狗来塞红。第四个杨贵妃最最生下他，那大明王虽是好吃不是都，那26岁一是狗来塞红。狗来的猴子都杀，而且是狗猴子举狗扶那狗猴子没来